魚，小蝸牛學中文系列。這本書是屬於大魚、小魚。大魚吃小魚，小魚不見了。啊！更大的魚出現了，這就是海洋世界。帶着問題閱讀：一、這個故事的主角是誰？二、小魚遇到什麼事情？三、大魚又遇到什麼事情？四、你對海洋世界有多少認識？說一說。